各位參賽者，大家好。首先好感謝各位對亞洲青年反貪腐程式設計馬拉松2025澳門區選拔賽嘅支持。今日包括本人呢，有2位講解人員為大家進行詳細嘅比賽介紹同埋指導。首先呢，我先作自我介紹，我係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資訊系統及科技部嘅體育室呢，咁呢會為各位介紹一下比賽嘅規則。咁另外呢，亦都有同樣係資訊系統及科技部嘅 Thomas 為各位呢介紹一下呢比賽嘅技術部分同埋評分部分。現在我哋開始活動內容同埋簡介嘅介紹。是次活動呢，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主辦，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協辦，而目的係為咗提高青年運用創新科技、助力廉政建設嘅專業能力，以及鼓勵青年參與數字反貪嘅交流同埋創新方案嘅探討。跟住呢，就會將組織澳門代表隊前往香港參加亞洲青年反貪腐程式設計馬拉松2025比賽。為此，特別舉辦上述比賽嘅澳門區選拔賽。比賽日期會係2025年4月26日星期六。比賽嘅時間係由早上開始。咁各個隊伍呢，我哋都會有專人聯絡呢比賽嘅預設時間。咁而地點係澳門生產力中心總辦事處，地址係新口岸上海街中華總商會大廈7樓。而比賽嘅形式呢，係包括自我介紹、相關賽事經驗嘅分享，如果有嘅話，提交並展示講解以廉潔選舉為主題嘅遊戲原型方案。每隊限時30分鐘，而使用嘅語言係以英語發言，可以附以普通話或者粵語。參賽形式呢係以隊制形式啦，咁另外呢，每隊呢都一定要有3位成員，同埋必須包括男同埋女嘅成員。而組成上面係年齡呢介乎於18至35歲，就讀於本澳高等院校嘅學生，咁當中學科同埋學歷係不限嘅。另外一種形式係年齡介乎於18至35歲嘅澳門居民。喺主題上係推廣廉潔選舉為主題嘅遊戲原型方案，包括但係不限於問答、動作同埋破關等等遊戲。而格式上係電腦嘅程式或者任何線上多媒體互動形式都可以。演講語言係以英語發言，可以附以普通話或者粵語，技術不限。剛剛呢為各位介紹過甄選部分啦，咁跟住呢，我會為各位呢介紹一下獎勵同埋培訓兩個部分嘅。喺獎勵上呢，我哋分別呢係有冠軍啦、亞軍啦同埋季軍嘅隊伍，而得獎嘅獎金呢係冠軍澳門幣8000元以及獎狀，亞軍係澳門幣5000元以及獎狀，而季軍係3000元以及獎狀。咁而獲獎隊伍呢，將有機會代表澳門前往香港參加決賽。決賽呢係分別有國際賽啦以及灣區賽嘅。咁亦都提提各位啦。獲選嘅澳門代表隊伍，除非因為不可抗力原因，否則呢係唔可以退出決賽嘅。而澳門代表嘅隊伍將喺5月至8月期間參加反貪數字解決方案原型嘅專業技術支援同埋培訓。跟住落嚟呢，會為各位介紹一下評審嘅方法。各個參賽嘅隊伍嘅簡報呢，將會由相關領域嘅專家組成嘅評審小組進行評審。評審小組會根據翻參賽嘅準則，選出呢3個獲勝嘅隊伍嘅。咁我哋嘅評審代表團呢，包括有 CCAC 嘅代表啦，咁就係負責評審法律部分，另外亦都會咧評審翻 IT 技術啦，同埋演講技巧嘅部分。而本中心嘅代表係將會因應 IT 技術同埋演說技巧部分呢進行評審。好啦，咁接下嚟咧就由我 Thomas 為大家介紹一下評分嘅內容同埋廉潔選舉遊戲方案嘅設計目的啦。咁首先咧喺選拔賽咧，甄選委員會咧就住以下嘅方向咧就進行評分嘅。咁所提交嘅參賽用嘅廉潔選舉遊戲原型方案咧，整個咧係佔70%嘅。咁我哋一陣咧會再將佢拆分佢嚟睇嘅。然後履歷分析會佔10%，你嘅自我介紹同埋相關嘅賽事經驗咧會佔10%嘅，語言表達嘅能力咧亦都係佔10%嘅，咁加埋咧就係100%啦。咁而當中參賽嘅廉潔選舉遊戲原型方案嗰啲70%係點樣
拆開嘅咧，咁可以睇下啦。方案對成個推廣廉潔選舉嘅有效性咧，就佔30%。眼報嘅質效，即係質量同效果咧，就佔20%。數字技術嘅成熟程度就佔20%。呢個方案嘅創新力同埋創造力咧，就佔20%。可行性同埋可抗戰性咧，就佔10%嘅。咁呢個就係喺廉潔選舉遊戲原型方案咧嘅嗰70%入邊咧，佢再分開嘅呢個佔比就係咁樣去區分嘅。咁所以就係大家去設計嘅時候就可以就住呢啲評分準則啦，嚟到去考慮點樣去提交你嘅方案，同埋喺現場選拔賽嘅時候咧，去點樣去展示同埋去表達你嘅方案，同埋你哋嘅自己嘅個人團隊嘅過往嘅經驗同埋能力嘅。咁而提交嘅廉潔選舉遊戲方案嘅目的咧，就係希望推廣廉潔選舉嘅資訊嘅。咁透過遊戲啦，玩家係可以進一步咁了解有關立法會選舉中不法行為，特別係何為賄選嘅一個規定嘅。當中亦都會加入咗同選舉相關嘅一啲日常例子啦，作為遊戲嘅內容。而有關嘅立法會選舉中入邊嘅參選程序啊、選舉流程啊、競選活動內容或者投票規定等等咧，就唔係喺本次遊戲主題嘅重點內容嘅。當然啦，就唔係話唔可以加，只不過佢唔係重點嘅內容。咁而呢啲資料嘅參考咧，去邊度揾呢？咁就可以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入邊嘅第10章，咁就有關選舉嘅不法行為嘅規定，例如同賄選相關嘅內容同埋規定嘅要點，亦都可以參考本次選拔賽嘅章程入邊所示嘅廉政公署廉潔選舉專頁同埋補充參考嘅英文資料咧嘅內容嘅。以上就係整個 Coding for Integrity 亞洲青年反貪腐程式設計馬拉松2025澳門區選拔賽嘅活動內容介紹啦。咁如果有任何疑問咧，都可以打電話嚟88980610揾歐先生查詢嘅。